喂，偷入邊追，有堅闖大外檔係精彩動力啊！最後200米啦，透出仲係黃腳立啊！咁啊見到呢隻艾利奧幾個節目立咗上嚟啦，咁啊中檔位置有天威，入邊啊堅闖，出邊精彩動力，最後100米艾利奧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外邊係精彩動力啊！第3埋邊堅闖，中間係天威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艾利奧咁啊都係跟住人跑添，因為黃腳立中間走咗上去，直路上面出頭，結果掟甩對手贏馬。咁啊至於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精彩動力，第3名呢入邊堅闖，中間係呢隻天威。黃寶尼又贏泥地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輝煌精英有大步大隻啊，擠離咗第一個身位嘅翠紅響第2位啊，埋邊啊龍之輝啦，偷入邊上有真心傳奇啊，大外檔追係舉步生風嚟噶，最後200米到啦，輝煌精英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中間追有真心傳奇啊，外邊仲有隻舉步生風，最後100米到啦，輝煌精英仲係佔先啊，舉步生風我撻着咗外邊追緊啊，中間仲有真心傳奇，接近終點舉步生風贏啊，跑第2名埋邊。輝煌精英第3真心傳奇，咁啊第4名嘅馬呢，應該係嗰隻翠紅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都係出自一啲好強嘅組別嘅，舉步生風縮落嚟1200呢，結果外邊追上嚟贏。第2名呢，應該係放頭一隻埋邊啊。輝煌精英中間追真心傳奇都有得影下咁啦。第4名嘅馬呢，係翠紅啊。臨尾都落到大熱門啊！舉步生風翻嚟1200米，宿情加眼罩麥道朗啊，食個尾糊。嗱，上較鬥緊皇帝英豪嘅時候啊，涉內難上呢，有呢隻呢就幸運星球啊，咁再見到外邊追係人和嘉誠啊，中檔仲有電子宇宙科創世紀啊，入邊呢就酷霸王啊，最後100零米外邊冚上嚟，人和嘉誠偷離咗第1個身位啊，咁啊見到酷霸王呢，從個馬林中間衝上嚟跑第2，第3名嘅馬埋邊有幸運星球，中間電子宇宙。出邊仲有一隻啊，係上風泰啊！結果今場賽事贏嗰隻呢就甩晒㗎啦，人和嘉誠後邊嗰堆就成堆近啦。咁啊，酷霸王第2，第3呢埋邊幸運星球，中間位置電子宇宙，出邊上風泰啊！又一隻宿情啦，今晚啊呢隻人和嘉誠雖然轉咗丁冠同馬房，哇好嘢呢隻9歲馬，今季再多一 win 喎，4班。跑第2名酷霸王，第3。第4位攝入邊有大將啦，外邊位置追仲係龍澤飛區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間係掌聲，出邊追上嚟係三江飛輪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見到一起美麗就已經係透出咗，埋邊客家之光啊，馬林中間穿上嚟有大將啊，外邊係龍澤飛區，最出係妙算奇星啊，接近終點啦，一起美麗掟甩贏啊，第2名外邊追上嚟妙算奇星。過唔過到隻龍澤飛區呢？咁啊埋邊有大將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一起美麗，今場呢係大熱門嚟嘅喎。咁啊結果跟住個第4位入彎呢出頭先，結果走甩贏馬，由包尾追上嚟，好被動啊！隻妙算奇勝，第3名係龍澤飛區，第4名埋邊大將。咁啊，賽項目啊，整口孖寶嘞噃，呢隻一起美麗咁啊，吸收過一次谷草經驗，呢場可以保重。跑第2名都幾蝕嘅呢隻妙算奇勝，直直包到都冇一齊入嚟㗎啦！外邊有完美演繹啦，中間係都靈勇士啊，出邊爆㗎嘛，有連連歡呼啊！大外檔係天天得樂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馬珠雄風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滿心星之嚟1個身位，外邊連連歡呼打上嚟啦，最出仲有天天得樂啊！埋邊位置型好威風，接近終點滿心星，依然係佔先贏出呢場賽事。第2名連連歡呼，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呢？型好威風，咁啊第4名天天得樂個機會係高過領航天子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跟前跑法啦，3歲啊滿心星力壓呢隻連連歡呼，第3名呢，咁啊轉過嚟谷草跑落班型好威風，第4名係天天得樂。好啦，布文心星係繼續都係佢跑啦，呢隻滿心星跟喺前邊走，翻嚟倒添啊，贏馬跑第2名，連連歡呼又第2喎，跑過第3名呢，型好威林勝啦，掟出去外邊追，貝貝龍同埋桃花多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進優自在仲係貼欄佔先嘅，咁啊見到中間欣樂人生越逼越近啊，中間帝豪歡星亦都追緊，外邊上噶嘛，有加州代表啦，出邊啊威威父子啊，最後200米啦，埋邊進優自在呢，少少力弱啦，帝豪歡星呢個時候就撲上嚟。兩班馬鬥緊啊！外邊加州代表莫高個頭都追啊！最後100米，帝豪歡星咁啊，先拔頭籌啊！第2名噶嘛，埋邊進優自在加州代表第3，威威父子跑第4啊！結果頭場賽事成組馬得一隻今季贏過，帝豪歡星咁啊，結果贏馬啦，跑第2名放頭啊！進優自在第3，
加州代表，第4名係威威父子啊。好啦，頭場5班1004米，咁啊，第二號歡星啦，巴道騎師王洛飛嗰個啊，去到先拔頭籌啦。布文嘅進優自在翻嚟放頭第2，啊，進嗰隻加州代表叻咗喎，第3，威威父子最出嗰兩隻啦，金風萬里，最出外邊仲有隻勇闖高峰啊！最後300米啦，超越名區，拋離咗個幾馬位啦，中華威威唔多啦，中間上嚟有手錶之星啊，出邊仲有加冠王、大愛都、勇闖高峰都追緊啊！最後百零米超越名區，仲有一個馬位優勢，手錶之星第一隻上嚟，外邊追仲有勇闖高峰，最後50米啦，中間手錶之星，外邊勇闖高峰，2匹馬需要影相啊！第3名埋邊超越名區，中間係加冠王啊！結果呢場賽事相當接近啊！咁啊，手錶之星追緊埋邊超越名區，出邊追上嚟好大隻啊！勇闖高峰啊！第3名就超越名區同埋中間咁啊，黃衫嗰隻加冠王都相當近啊！出邊啊大隻啲，睇下邊隻導線啦。大愛檔勇闖高峰，中間手錶之星跑第3，超越名區第4名。有心意啦，內欄捐上嚟嘅馬呢，仲有呢隻就謙謙君子啊，外邊追咗少少呢，仲有隻前鋒啊。最後200米啦，外邊妙玲瓏一鼓作氣冚上嚟，追緊嗰隻呢就轉色傲長嚟㗎，響埋邊位置打上嚟㗎嘛，仲有隻有心意啦，再內欄位置仲有謙謙君子啊。最後100米到啦，妙玲瓏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轉色傲長啊。咁啊，第3名嘅馬埋邊有心意，至於跑第4名呢，都比較近啲啦，前鋒呢就湧咗上嚟喎。結果頭場賽事無偉傑先拔頭籌，妙玲瓏一落班就贏啦。第2呢就轉色傲長，第3名有心意，第4名外邊追喎係前鋒。頭場賽事打開呢個即係先拔頭籌啦，妙玲瓏但係回飛換到上9倍贏馬喎，跑第2名呢，年少多好，拋嚟一個身位啊！天竺貓開始追佢啦，入邊有線路迎落啦，中間係佛亮老窩啦，咁啊再入邊呢，超開心甩甩地姜城喎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隻四季繩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天竺貓走甩咗半個身位啦，佛亮老窩就開始喺外面打上嚟追佢，最後50米天竺貓仲係佔先啊，外邊佛亮老窩第3名啊嘛，線路迎落第4呢，埋邊。伊神出伊神都甩姜城噶啦，外邊仲有隻橫看今朝，年少多好近啊！咁啊，結果呢隻天竺貓有驚喜喎，外邊追上嚟佛亮老窩第3，線路迎落，咁啊第4名個馬就近啦，內欄粉紅衫伊神出邊橫看今朝，中間夾住有自動自覺同埋1號埋邊嗰隻年少多好啊！何明年同隻天竺貓都係夾檔㗎嚇，跟住前面嚟啦，再見到中檔位置有浪漫老窩啦，入邊係海明神區啦，涉內欄係博望波，中間有快路，出邊追嘅馬係銀進同埋99為尊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一起美麗已經拋離咗2個身位，穩贏呢場賽事㗎啦！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北海道中間快路爭緊啊，出邊仲銀進贏馬嗰筆匆匆再戰係一起美麗啊！跑第2名呢，埋邊北海道臨尾有啲力弱，衝上嚟嘅馬都係跌晒姜城㗎啦，鬆鬆地咁啦嚇。快路響中間追，咁啊至於外邊衝上嚟嘅馬呢，仲有嗰隻銀進跑翻個第4。好啦，尾場賽事美麗係食口孖寶啦嚇，尾關咁啊，結果匆匆再跑咁啊，可以打搭再贏啦，一起美麗。快路都追過第2啊，中段有少少搶口嘅，前邊冇馬走，我走啦，北海道第3，第4名呢係銀進。個圍攻嚟㗎，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康樂高球大步已經係走嚟咗個零身位㗎咯喎，見到中間位置同心同樂追緊啊，入邊爭金奪冠啊，中檔位置仲有進澳星，大外檔嗰邊啊首飾天空追緊上嚟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前面呢拋離咗啲就係呢隻康樂高球㗎啦，外邊首飾天空追緊上嚟，最後50米康樂高球佔先。首飾天空內閃啊，衝上嚟啊！後邊嘅嘛信心星跑第3，第4名係爭金奪冠進澳星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康樂高球用咗一個比較主動啲嘅跑法呢，就係走甩咗你啦！首飾天空衝勢相當凌厲，似乎甩地姜城，咁啊變咗由內閃，咁啊跟住都衝上嚟好勁噶啦！第3名信心星，第4名爭金奪冠埋邊，出邊進澳星2匹馬需要影相。
哎呀，蔡約翰啊，真係叫唔到呢個三寶啊，得個安慰獎咋。臨尾佢就有啲內閃甩韁繩嘅首飾天。對啊，連連歡呼同埋香港神區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赤馬紅峰仲有少少優勢啊。咁見到中間追上嚟嘅嘛，有紅當當啦，攝入邊上喎，有卓越善風同埋滿多福啊。內欄係黃衫嗰隻密密送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嘛係卓越善風啊，埋邊位置仲有隻密密送，中間係滿多福，出邊追上嚟連連歡呼，爺馬嗰筆係卓越善風啊。跑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密密送，第3名就近啦，滿多福同埋大愛當嗰筆連連歡呼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隻卓越善風響中檔透出咗啊，埋欄位置係密密送啊，中間有呢隻呢就滿多福大愛當係連連歡呼啊！兩隻初次過嚟跑馬地，結果卓越善風力壓住入邊嗰隻密密送啊，翻嚟跑過第2，第3名就好近啦，大愛當。連連歡呼，機會入正最後直路啦，獨角獸走甩咗少少啊！見到中間位置升價追緊佢，後多層啊嘛，捐內欄上有財有勢，出邊追紅海勁啊！最出仲有標誌亮子，最後百零米獨角獸走甩咗一個身位噶啦，升價響第2位，出邊追上嚟紅海勁入邊非凡豪傑接近終點，獨角獸贏啊！跑第2名紅海勁，第3名係升價，第4名呢似乎埋邊嗰隻非凡豪傑同埋出邊。標誌亮子埋邊，仲有隻有財有勢比較近啲啊！結果入彎就走啦，呢隻獨角獸頂啦夜馬，紅海勁追翻上嚟第2，第3名係升價，第4名呢都近嘅喎，非凡豪傑係咪機會係大少少呢？今次保重啦，唔會再俾你走甩啦，升價。今次我自己中段變奏啊，獨角獸贏啊！跑第2名紅海勁，第3名係升價，第4名中段都幾搶口㗎，非凡豪傑。側邊仲有英勇快車，馬林中間傳承效應啊，最出嗰邊係本能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海船星幾步立咗上嚟呢，就趕過咗嗰隻大浪原田噶啦，中間位置啊有笑傲江湖時時歡欣，好逼劫啊，入邊位置追仲有隻何好運啊，後多層嘅馬呢，咁啊外邊追上嚟仲有英勇快車，最後100零米海船星佔先，笑傲江湖幾個節目將佢追過，出邊位置仲有英勇快車，贏馬嗰筆係笑傲江湖啊，跑第2名呢，都近噶。臨尾海船星有啲力弱，呢個時候英勇快車外邊逐步追上嚟，入邊何好運啊！結果呢隻笑傲江湖嚟到香港，咁啊上場賽事第2次出賽就已經贏馬，第3次上陣打揼輕鬆再贏啊！第2名近啊，埋邊海船星，出邊英勇快車，第4名埋邊係何好運啊！今日呂建威拍住啲外籍騎師咁好成，有藍衫就大利好運啊！外邊追嘅馬有金絲聖將嘅傳承者啊，最出嗰邊就係星雲浩騰嚟噶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精明選擇拋離咗後邊嘅對手有3個馬位噶啦，喜悅一身中間追啲呢，大利好運俾人阻咗啊！金絲聖將追緊，出邊有2隻咁啊傳承者最出呢，仲有星雲浩騰啊！最後100米到精明選擇拋離咗個零身位都贏緊呢場賽事噶啦，外邊追上嚟有星雲浩騰啊，第3大利好運，第4名係傳承者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精明選擇咁啊，今次呢回氣期呢都相當足夠啊，亦都賽前俾佢翻去從化訓練啦。咁啊嚟到香港咁啊都已經跑咗18場，咁啊嚟到第19個回合一放到底，打開勝利之門啊！咁啊星雲浩騰包尾大我當追上嚟就第2，第3名呢埋邊係大利好運，攞位有啲禮計咗啊！第4外邊追係傳承者啊！好啦，今晚嘅全例野賽，起旺區大外檔未入直路喎，馬林中間揾位黃龍飛將啊，中環大進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呢，就係得心之餘啊，升龍區外邊追，馬林中間黃龍飛將揾到位，攝內欄蒸蒸日上，大外檔仲係起旺區，最後100米到得心之餘，拋離後邊嘅對手贏出尾場賽事第2名啊嘛，噏上噏落啊，中間黃龍飛將入邊蒸蒸日上，外邊第4係起旺區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得心之餘，都將後邊嘅對手掟到甩晒野馬。第2中間呢，咁啊都幾被動啊，黃龍飛將追上嚟，攝內欄，仲有蒸蒸日上第3、第4名係起旺區。臨尾都落好多飛啊！呢匹得心之餘飛到馬到大熱門取勝，4次夜馬都係夜馬嘅泥地。
跑第2名呢，黃龍飛象，第3名精。好啦，揈出去外邊圍港激流啊，魔界啊，中檔位置呢仲有灰馬隻康槍致勝啊！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寶駿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天下寵兒開始立上嚟追啦，外邊有快活英雄，中檔呢仲有呢隻海陸寶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寶駿仲有優勢嘅，咁外邊快活英雄越追越近噶啦，中間仲有海陸寶，埋邊呢就天下寵兒接近終點，寶駿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啊，跑第2名嘅馬。埋邊天下寵兒似乎打返上嚟，同外邊嗰隻快活英雄就需要影相。第4名係海陸寶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寶駿擺喺前面走啦，直情結果就一放到底啦。咁啊原本呢天下寵兒咧好似俾人冚過，但係騎下埋邊又上返嚟，快活英雄外邊擠咗段呢，又係咁上下影相爭第2。第4名嘅話係海陸寶啊！好啦，第3場賽事，寶駿啊，無位結點先嘅，招醒啊，第2位不同世界響中檔啊，後邊嘅第4位呢，原欄追緊有鐵金剛啊，外邊上嚟嘅馬呢，亦都見到有唐不甩啦，中間係勇霸龍啊，最後200米啦，元朗精英仲係好銀喎，外邊不同世界起勢追緊佢，中間仲有招星，後多層嘅馬就係鐵金剛同埋勇霸龍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咁啊見到打咗兩邊左手邊呢，不同世界已經飆咗上嚟啊，埋邊元朗精英跑第2啊，第3名嘅馬鐵金剛，第4名係勇霸龍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其實潘頓加容天鵬嘅合作今季非常少，得3匹馬咋。咁啊嚟到第4匹馬呢隻不同世界，結果潘頓復出之後，今日贏咗3場啊！元朗精英跑第2，第3名鐵金剛，第4名係勇霸龍。潘頓復出即刻做呢個騎師王啦嚇，最後1.8倍不同世界。咁啊，翻到嚟順利贏馬，元朗精英都改變個跑法啊，擺前面走有第2。